2名哈萨克人在中国逃脱了拘留和酷刑，进入哈萨克斯坦，但他们没有被遣返回中国的危险。活动人士表示，来自东突厥斯坦的2个25岁和30岁的哈萨克族人穆拉格阿里姆利和喀斯特穆萨卡努利，如果被引渡到中国，将面临酷刑和可能的死亡。上周，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任达克汉迪尔曼诺夫表示，将把来自中国的2个哈萨克人驱逐出境。这2人于10月14日发表新闻发布会表示，他们于10月1日从东突厥斯坦非法入境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卡什在一份声明中强烈批评哈萨克斯坦国将自己的同胞驱逐出境。他说，哈萨克斯坦曾多次逃避到该国的维吾尔人引渡到中国，现在哈国当局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同胞交给敌人。我呼吁哈萨克斯坦政府立即停止这种背叛行为。他强调，1999年哈萨克斯坦当局曾将3名维吾尔人驱逐到中国，导致他们在中国遭处决。中国官员称，在教育营学院全部结业，海外维吾尔人报其亲友人遭拘押。中国国务院本周一举行新闻发布会，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薛克莱提扎克尔批评美国国会众议员通过2019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他又首次透露，东突厥斯坦集中营学院全部结业。不过，海外维吾尔人说，他们的亲友仍然被关在集中营。针对美国国会众议员上周通过维吾尔人权法案，薛克莱提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严重地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又说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不过，海外东突厥斯坦人说，他们的亲友仍然被关在教育营。究竟谁的话准确？一名住在荷兰的名为阿西叶·阿卜杜拉赫卜的维吾尔女性表示，是她帮助公开了中国政府的秘密文件。这些文件揭示了北京如何管理大量关押维吾尔人的东突厥斯坦集中营。46岁的阿西叶·阿卜杜拉赫卜在电话采访中说，他与上个月西方新闻媒体发表的24页文件有关。之所以现在站出来，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免遭报复。他说，他还收到过一条维吾尔语信息说，再不收手，你会被切成碎块扔在你家门口的黑色垃圾桶里。这让我感到害怕。他说，中国11月出口的连续第4个月同比负增长，并没有如市场预期回归正值，其中对美国出口降幅也进一步扩大。中国海关总署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出口同比下降 1.1%， 路透调查预估中值为增长 1%。 这令油市周一突然遭遇寒流，这表明在贸易战并没有实质性缓和，全球经济也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很难有实质好转。美国政府周一在加码指控委内瑞拉涉嫌以发行护照换取汇款，宣布再制裁多一名该国高管。美国财政部公布，将制裁委内瑞拉证明文件及移民局局长吉尔及前局长帕德隆，2人在美国司法管辖权以内拥有的资产将被全数冻结。声明强调，美国继续支持该国临时总统瓜伊多，